继续来看台北市万福国小的美术老师陈宇豪，为2017年开始，甲学校的老师甲主任做伙带着毕业班的学生来展开着探索式的实验学习的课程，为做船啊训练，最后到社区附近的溪流去高船啊，为学习的历程留下着珍贵的记录。教育动起来的系列报道，互咱对着囡仔做伙来挑战着追求。透过一些课程，然后让他们对土地有情感。敬爱的山林河川之神，每一个孩子或者爸妈老师，我们对这块大地有没有一种礼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训练，爱护大自然，去爱护水资源。这个应该也是孩子可能毕业的时候，他可能会记一辈子的一件事情了。准备好要来划船认识万圣系了吗？早就认识哦。好，那我们就准备往新店西出发。台北市万福国小6年级的学生对教练、老师甲校长作为挑战学校附近的万盛溪，准备顺溪水射一链，向溪水致敬。敬爱的山林河川之神，感谢你容纳各种生灵在你的怀抱中成长，让我们被拥抱在这片大自然的幸福。为了展开这节室外课程，老师甲同学拢必须做足准备，为无到有做一只船，莫讲靠尾头啊讲起。船的结构上面呢有骨头，然后外面呢再加上一个皮。2017年到万福国小的陈宇豪是美术老师。这一艘船跟那一艘船，你发现有不一样的地方，来请举手。这几年来，伊甲学校的主任、老师、彼此甲毕业班的同学相用，共同展开室外探险的实验课程。如果我们透过一些课程，然后让他们对土地有情感，那之后呢，他们在生活中，其实他们能够打开生活的感官，他们也能够多去注意这个周边的这些事物。那其实这些都会对他们会产生更多的刺激。轻轻的哦哈，不要太用力，不然的话，他等一下如果万一刚好那个坏掉的地方，你给他弄得太大力这样。好，那你的作业单上面也要标哦，哈。5年级的学生对查考的想象，为修理船开始拍开体验教学的第一节课。这时候一只手先压，另外一个同学啊就帮忙点一点。5年级囡仔思维要会当逐步拓展伫水面上驾船。那我们就是为了要了解我们的社区的河流，那我们去造这艘船，所以我们是为了去学习而学习造船。美术科目在学校来说的话，它是属于学生在 output 的部分。那一些 content 的部分其实说来自各科，那所以就我们是需要其他各科老师的 content。不要拉，不要磨到哦，不要磨到，因为不然表皮会破。来，我要来，请往前哦。等一下，我要稍微旋转一下。对，两位小姐，你这要手，一只手扶到下面，控制一下。有没有很重？有，水真的。船啊，光的排几排，每一只船透过色水以亮丽彩画，讲起了家己的生命故事。教室外学习行前训练的地点是学校附近的游泳池。好，你们先往后退哈，往后退，让我们这边先进。早点开门。合作的过程都要拍拼克服障碍，确保这只船袂去弄歹去。就是不要再讲了，看到船先让一边。丽阳先进来，丽阳先走。对，这就过去了。
没有办法靠岸，你把桨交给同学，他帮你拉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抓好？知道吧？温志莹是大家所讲的台木教练，是这节课的灵魂人物之一。好，跟着大木老师做，小心小心，小香你要。没有跟我一样啊，来，同学，你没有跟我。在3点钟有限的时间内，因爱练习要安怎上船、落船，以及拄到冰船危机，要安怎自保安全上岸。踢水对不对？就叫你踢水。有没有看到这个动作？不是用挖脚也可以，对不对？然后你上一艘船也是这样做。这个动作是今天练习最难的哦。来，这样子踢水。哎呦！上来了，看到没有？上来，上来，上来！我这边，对我。天哪，趴在这里，不要站，不要蹲着，趴着。好，很好，算标准，给他掌声一下。面对无熟悉水的环境，是一操作练习的时，上船落船拢是挑战。对，踩中间，踩中间。哎呀，好，很好。来，记得1212，不要再乱七八糟滑，丑死了。哎，你们等一下，你们在干什么啦？不是后座先上吗？都没在听了。游泳池内，游泳池边，这阵同舟共济，听教练的指示，一直练习。迄若无成功，就无休困。先这样子好，就滑了，小踩中间，先蹲低。好，坐下来，很好。好，来滑右边，由前往后，手要伸出去，一起伸出去。双人爬船，4人共船，无论是人数的济少，拢会安全划岸，目标是顺利飞行。好，踢出去了，啊，不要扶船，扶你的桨，看着滑，你才不会翻船。动作一次，跟着前面的。一是右边，2是左边，一是右边，2是左边，跟着来船只伫水面上海来海去，老师甲教练的心嘛对咧起起落落。这个不是很难嘛？还敢去哪里？等一下要怎么滑？陆续从事学校体育老师，爬船是伊专长的运动项目之一。从游泳池到溪边，那其实都是有相当的危险性。出去就回不来。好，来练习上船。学生如果做出一些违反正常划舟的样子，那我们就会用严厉的口语去指导他，让他回归正轨。来，下一组。但他们都会想要直接站上去就坐下来，但是会对船的稳定度就没有那么好，他们就很容易有翻船的行为。那当下是因为我都把船拉着，不然他们其实应该都会跌到水里面去的状态。有滑得很久对啊，你们，可是你们搁浅了。对啊。教练，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很难教？不是很难教，因为这个场域时间太短暂了，他们练习的时间很有限。不过还是体验总是比没有体验好。是翻下来，放下，一路听慢慢来，慢慢来听，都有6个水闸。我操！总算到关键的这一天，这个囡仔拢充满自信，将船做伙扛到宝藏岩附近的万盛溪边，准备验收成绩。等一下，1艘船2只桨去拿桨，这边也可以，这边两边一起。来，下一艘，动作快，下一艘动作快一点，另外一头给我。别划过，小心前面有船，不要撞，不要伤。是这操兵状况有够真，教识学到的知识，游泳池练习的经验，大家好亲像拢幸福教练甲老师啊。学生囡仔伫水面上你一句我一句，维护本身的水域，保护好家己所坐船。校长、体育老师、指导教练，也有来自附近的运动的民众，大家伫岸边甲因加油，一直热心的指导，嘛着急甲像鼎地高响。好，滑右边，上船。
船只方向歹控制，有时进退两难。飞船这节课状况未少。对，好，点完了，走了。就是卡到。好，前进，不要去拔出去。哎，我们先后退。真的是只是为了赚各位爷爷奶奶。船啊，伫水中集合，大家点静1分钟后，吟唱甲朗读对河川的壮景。随来因再次出发，继续飞向新店区。万盛溪的美丽甲哀愁，伫船过水无痕的瞬间，一笔一笔记录每一份的感动。我们诚挚地献上我们手做的小船，希望能成为爱护山林的团队。请收下我们谦卑的祝祷与承诺，并保佑我们顺利完成这今天的学习，保佑大人们身体健康，也保佑我们快乐成长。万福国小的孩子带着自己打造的木舟，亲临校园附近的万盛溪，到大自然教室实际体验，也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找到认识环境的素材。亲水爬船，行温自然，导览解说，亲近土地。周边环境的过往、人文甲历史的脉络，嘛愈来愈清楚。有没有看过？前面这是花，对不对？伫民国60甲70年代所起的违章建筑所形成的宝藏岩聚落，万盛溪见证了社区发展的历史，嘛是关键的重要水源之因。自然老师这次就给我们了一个功课，就是要取万盛溪里面的水，然后带回学校，要测它的酸碱值，还有它的一些特性，用这个温度计去测量它的温度，然后它的温度差不多是26度左右。可是这杯水是上游还是下游？这一杯水是上游。任伯腾，你记不记得上次怎么取水？那你跟大家讲一下。因将溪水甲河园生态池互相比较，展开生活环境当中的小规模水质状况的调查。我们万福国小旁边有一个带状公园，那你们知道以前这一条带状公园是什么吗？是一条河。万盛溪因本来景尾溪的水路伫宝藏岩的头前流入新店溪，小小解说员详细说明。以前呢，师大分部门口前有2条河道在此汇合，从宝藏岩前面再注入新店溪。户外教育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在教室里面是无法取代的，那个就是非认知能力的学习。老师们愿意来分享这样的给孩子这个机会。划着船，那你手摸着水，然后你感受到那个温度，那你会知道说，那我们的环境就是这边有水，然后再来更进一步的是，我们透过这些课程带入的是孩子们去了解说，那我们的环境现在目前的状态是什么？那让他们去思考，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训练，去爱护大自然，去爱护水资源。每一个孩子或者我爸妈老师，我们对这一块大地有没有一种不一样的一个理境，想办法找到方向前进。卡到数字的时候呢，怎么想办法能够推出来？这个应该也是孩子可能毕业的时候，他可能会记一辈子的一件事情啦。以山川为港台，因约去万盛溪爬船。倒脚，对，你要倒脚。亲近土地，谈古今，走托社区为人文。可以平平安安，所以呢，就来这边盖了庙宇。教育动起来，热心的老师亲身去做，带囡仔伫大自然的教室，找到好学习加分的能量。往前滑，左边，滑一个右边，左边。